高雄小港臨海新川漁港今仔早起有一隻遠洋的漁船，去互民眾講看到船啊排廢水。地主講啊，這個四邊的海面規個攏是油污，海洋局甲船公司是請到下晡2點才處理好勢。船長是出來回釋咧講啊，摸唔到開關，操作來信哦，也海洋局講會依法來處罰。希望有關單位來處理一下。全新排水孔排出烏索索的污水。高雄小港臨海新村漁港，一隻遠洋漁船18早起9點外，方發現排放有油污的廢水，油污隨風影真緊擴散到4口尾海面。現在滿潮來講，整個港內都是滿滿的廢柴油，整個水上一層超厚的。之前來都是可能偶爾大船進來才會有薄薄的一層。工作人員將吸附油污的吸油棉裹起來。海洋局上報了後，請委華環保公司告場協助用吸油棉加網庫搞好油污加糞掃。船長下晝回釋咧表示，是輪機長聽到有水警報要處理的時，操作事故加告白，佮出示抽油污的相關收據，並且不是調工要排。我們是要把污水打到底層的污水槽，但是大車可能一時心理緊張哦，操作失誤了，把那個開關弄錯了哦，就把部分的那個污水打到外面去了。那後來發現的時候，要來停止開關的時候，已經來不及。船員徛佇船頂，一直高壓高油污，船公司出動船員等11人善後。就連到場巡查的海巡人員也同齊到沙港，油污一直到下晝2點左右清理完。海洋局除了要求船主落實廢油水管理，也依漁港法規範。海洋局會依漁港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的規定進行裁處。那在同法的這個第20條的規定裡面，是處行為人新台幣10萬以上50萬元以下的罰款。港邊漂大量的糞掃除了油污，當地人也反映部分漁船入港了後，船員會將糞掃等於海底，造成垃圾。海洋局表示，會向文請各工會協會約束會員，以維護海洋的環境。記者綜合報道。